大家好，歡迎再次嚟到為神州禱告2分鐘。今日呢，我好想為到神州裏邊一個少數民族，我哋為佢哋守望。咁呢個民族呢，係蒙族。早喺7世紀，基督福音呢已經透過聶斯多流派，即係呢我哋細個讀中史都讀過嘅嗰個唐朝咪起咗一塊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嘅。咁所以早喺7世紀呢，就福音已經透過景教嘅宣教士呢，就傳到中國北部嘅蒙古族人裏邊。咁因着佢哋嘅努力呢，好多蒙古族人呢都皈依基督啊！喺公元1007年呢，蒙古族嘅信徒多達20萬人啊！咁喺呢個1368年呢，即係喺元朝結束、明朝開始嘅呢一年呢，登記在冊嘅蒙古天主教徒大約有3萬人。喺13、14世紀之間係蒙古族歸主嘅高峰期。19世紀亦都多有瑞典嘅宣教士喺蒙古族裏邊散播道種嘅。1891年呢，有50個美國、瑞典裔嘅青年呢參加呢個聖經宣教班之後，受到聖靈嘅感動，獻身到中國傳福音。後來都成為北美瑞羅差會首批前往中國嘅宣教士。咁幾年後嘅庚子教難呢，宣教士一行12人，當中有7個係成人，5個係小朋友，喺逃避權亂嘅時候係被殺嘅。我哋一齊低頭為蒙古族祈禱。天父，我哋知道你好愛蒙古族，今日都估計有大約6萬個蒙古族嘅基督徒。主啊，我哋亦都知道喺當中有牧者係默默嘅做牧養嘅工作。我哋求神你繼續嚟到去施恩憐憫，讓更多嘅蒙古族人能夠歸信基督。我哋同心嘅禱告，奉主耶穌基督嘅名，阿門。今日嘅為神州禱告2分鐘嚟到呢一度，希望下個禮拜我哋可以喺呢度再見面，一齊守望神州。拜拜。